你睇到呢啲你人接觸運動咁慣，所以咧大家將來即就接住。人上方咧，知道就是把人歸顧嘅應當中特別精數。精數就是咱講題目題，但是種題目是會外表嘅。所以咱未講是外口啦，嗰啲風吹草動哦，咱就是外口應用。安尼咱人有跳完後，咱就注意。跳完注意。比起那小工搞笑，单跳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把人讲把人给，然后我相信。所以讲诶，咱呢讲智慧吼，假如较出人我唔对吼，把人甲指正，对吧？你都唔对啊，你就在你这个咱讲。咱你信很久，信到呀，你唔對，你唔對，你都唔對啦，你信唔信到呀？當然我唔對，把人給你打爆，然後我覺得非常好，我覺得。所以假如我有錯，別人指正我，假如別人我錯，我會怎麼樣？我會怎麼樣？我凭什麼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因为我错了。假如是别人的错，我凭什么要生气？所以这个五调安全间，五调反过法。所以这个无凭我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如果被排除这个呢，第二大兄弟都有哪一个都有一种情况，对吧？因为不容易真修的，但係個嘢大啲啊，我接到啦，同你啲唱歌係嗬，你係全知道嘅，我半年都唔用，說話明白，說的話就是乜嘢幾好，後來我見我聽到他個話嘅，對吧？做過也會去，